主后2025年10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有备安息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6章第1节到2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6章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内埕的东门，安息日甲初一着拍开，话当做工，迄日日着关闭。这是要为王献烧仔祭甲平安祭的时，王着对外埕经过即个门的走廊入来，徛伫门条边，伫河顶遐敬拜。敬拜了后，就退出去，这门着一直开着。下昏以前毋通关。每一个安息日甲初一，全国的人民着伫即个门的头前敬拜上主。安息日，王着用6只无瑕疵的羊羔，甲1只无瑕疵的绵羊犅做烧仔祭献互上主。常时着献的素祭，每一只绵羊犅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，每一只羊羔配偌济幼米粉，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每17公升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。每月初一，伊着献无瑕疵的细只牛犅1只，羊羔6只，绵羊犅1只。王嘛着准备素祭。每一只牛犅甲每一只绵羊犅，拢着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做伙献。每一只羊羔配偌济幼米粉，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每17公升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做伙献。王对外埕即个门的走廊入来，嘛着对原路出去。伫做期，人民要来敬拜上帝的时，对北门入来的着对南门出去，对南门入来的着对北门出去。不准因对同一个门出入，因着对入来的门对面迄个门出去。王着伫人民入来的时入来，伫人民出去的时出去。伫做期甲指定的日子，要献的素祭，每一只牛犅也是绵羊犅，着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。每一只羊羔着配偌济幼米粉，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每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，着甲3公升的油做伙献。王照伊的心意奉献烧仔祭，也是平安祭，互上主的时，着为伊开东门。伊着照安息日的条例献烧仔祭甲平安祭。伊离开了后，门着关起来。王逐日着准备1只无瑕疵1岁的羊羔做烧仔祭，逐早起献互上主。逐早起，王嘛着献素祭，用1公升油超2公升幼米粉献互上主。这个素祭的规例着永远遵守。逐早起着安尼用羊羔素祭甲油做烧仔祭献互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王若将家己的土地赐予伊任何一个囝，迄块地就归属迄个囝。迄个囝通甲土地留予伊的子孙做产业。王若将伊的土地赐予伊的人神，迄块地就归属迄个人神。毋过到运费的年，人神就将迄块地还互王，因为只有王的子孙才当承接迄块地。王袂用得侵占人民的土地，甲因赶离开因的土地，伊着将家己的土地
分予伊的囝儿，则免我的子民离开因的土地，四散去逐所在。后来，迄人带我对大门边仔的入口入去遐个午捌为着祭司准备的圣的房间。我看见上西边的所在有一块空地，伊甲我讲，这是予祭司煮培罪祭甲赎罪祭的肉，以及项素祭的祭物的所在。则免祭司甲圣的祭物带去外城，予人民因为接触到圣的物，直到受责罚。伊阁带我去外城，经过外城4个角头，每一个角头拢有一个细细的亭。这个细细的亭拢有墙仔围地，长20公尺，宽15公尺。4个角头细细的亭，大小拢共款。每一个细的亭四边拢有石墙，石墙下面有灶。迄个人甲我讲，这是灶骹，圣殿的工作人员伫遮煮人民献的祭物。上主有悲安息。最近我的困眠真袂顺，差不多每日困无到2点钟。我诚久无通困甲遮尔安稳咯。一位姊妹伊伫小组中安尼做分享，若安尼你是安怎好诶？有兄弟安尼伫饭。迄一天有人为着我祈祷，也教我祈祷。我照安尼祈祷了后，迄暗就困甲真落眠，困超过2点钟。伊应讲，这人惊奇，上面也感觉伊哪会当长期忍受失眠呢？另外上面也惊奇上帝解决问题的大能力。人的生活作息若失去规律，身心灵拢会失去平衡，要恢复无遐尼容易。根据中央健康保险署的报告，全台申报安眠药仔的量年年攀升，甚至连续几若年名列全球前10名，可见台湾人失眠的问题严重。这位姊妹本身学医，虽歹对运动药物、保健品的中间找求困眠的解方，却无好的效果。直到伫祈祷中经历上帝平安，才通好好困眠。这也予伊开始养成祈祷的习惯。伫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中，上主要点新国度建立圣殿，佮予人清楚的次序有别安息日，甲每日的献祭。上帝会应邀离开圣殿，是因为失序。圣殿运作无安尼，照上帝的指示伫行。以西结伫异象中看到人为着满足私欲，追求家己掠做的平安，竟然伫圣殿内拜偶像。以色列人原本是上主的子民，却踮圣殿中拜各种偶像，彻底激怒上主。圣殿予人的罪恶充满，所以上主会应邀离开。失去上主同在圣殿，所有敬拜和礼仪拢是虚空的，佮造成圣殿的失序。这显示人的心若失去上主的同在，就会失去规律的生活作息，互身心灵混乱。无论食偌好的食物、保健品，也是药品，拢无利益。身心灵的失序，若伫生活中恶性循环，将导致灾难。上主按以西结启示异象，透过圣殿的献祭，为人有备安息，甲人同在，
借由安息日以及每日的献祭，对人民到君王每一个人拢伫生活中建立甲上主连结的规律。敬拜和献祭礼仪中的每一个行动，拢是上主予人有备家己的新心灵，通甲伊会晤的过程。这毋单单是在反省以色列群体因着背叛上主，导致失去家国的处境，也是上主在呼唤伊的子民转来到伊怀抱的心意。上主无爱人受软弱和缺乏限制，反倒爱人因着信靠伊心存仰望，因为伊要伫伊的子民中间有备安息。只要人愿意回转相信，就当经历上主所有备的安息。上主吩咐伊的子民，逐早起着安尼用羊羔、素祭甲油做烧化祭献予上主。今日咱无搁再献上遮的祭物，但是面对即世代的混乱和世事，即段的经节提醒咱伫每日规律的灵修中，进入上主所有备的安息，互咱伫日常生活中领受伊同在的恩典。默想，我甲上主的关系有倒一寡规律？这对我的生活带来甚物影响？我甲上主的关系有倒一寡规律？这对我生活带来甚物影响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和敬拜的礼仪，互我建立甲你恩惠相遇的时刻。愿你时时有备我的心，互我经历你同在的安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